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阮天天又开心呢，我来搬一句一段时间啊呢，所以有什么指教来赶紧来陪哦。对啊，咱这个剧中吼，这俏佳的少女呢，真正足袂晓想，拢袂晓去体谅是大人的辛苦甲用心呢。有影，你讲这刚才讲，阮这做是大人的心肝落去。尤其吼，这国中吼叛逆期啊。 即摆囡仔哦真歹教呢，你就咧收大声，伊就安尼吼，门甲你控咧吼，规工拢无食饭，咱搁较高正嗨。这管教囡仔哦，敢若你拍球共款，你若大了甲拍球甲拍了，伊反弹就愈个。哦，拍愈大诶，反弹愈大。你是毋是对你的查某囝啪落去足大力咧？对啊，我。 无啦，无啦，我出手咧，我看车都唔知走你倒遐去啊。无啦，我甲讲话较重，安尼尔伊就无欢喜啊。是。所以这点呢，我有自觉。 哦，你有自觉。所以呢，对着囡仔呢，我有时啊心情，家己心情歹的时阵呢，想要骂的时阵呢，喘一下气咧吼，要烧倒转，啊无就去房间，安尼啉者吼，都袂去骂囡仔。嘿啊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就尽量用沟通的方式，足庆幸，真正足好诶。对啊。啊那通你上轻松啦。哇。无囡仔通啊管教，你会管教恁是大人吗？哦，我唔敢啦。啊，但是我嘛是有烦恼呢。读册的时阵吼，因为有的同学伫厝内底爸爸妈妈啦真歹有无？他没有无得发泄啊，会去学校会甲阮欺负呢，所以我嘛是会行霸凌呢。啊，若讲到我迄细汉查某囝4岁尔，哦你也有，我更唔惊伊去共霸凌，嘛袂去互霸凌，因为伊虽然小班，但是伊真大汉啊，敢若大班呢。对啊，看真熟啊。第一厝不管是家精。 伊讲他是李小龙啊嘞！哎呦，我是真个乌青啦！甲你当作霸点啊！对啊，安尼等于你去互霸凌去。我是足惊伊去共霸凌。你个无当讨。是啊。所以讲吼，咱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呢，搁再用心继续甲咱看，看咱这俏佳的少女呢，是不是会当体会到是大人的爱心用心，会甲伊倒转去咧？ 老爹娘，感谢你哦！我若找着阮查某囝啊，我会甲你保证。你这小龙，啊！你个爱你家哩！我个拍的。好啊！哟，你怎么样啦？你小蛋，拍摄，啊你有要紧无哈？无紧。我是甲伊哦有淡薄误会，我袂怪伊啦。我讲伊等于摕阮查某囝的相片啦吼。你好打，莫走，莫假死哦！你乖。你丢狗了！我丢狗。啊，人咧找查某囝，找甲心肝肺都咧可怜啊！你讲安怎？找查某囝？哎呀，这是歹人咧，这是大小龙咧。我甲你讲，伊这外恶一个咧，伊吼专门吼叫一寡迄小女，毋捌代志的小女，趁钱老开咧，这讲起来我咧鸡头啦。啥物好做鸡头啦？老草啦！啊，这问下。 啊！你是安怎对迄个人这么的了解他？恁滚啊！啊，免问遐济，反正这个人莫甲伊来往就对啊。上好，你见甲我电话就莫互伊怀疑，靠伊甲你骗去。这款人，哎呦，偌恐怖！伊较多有，你有看？手啊，你去牵者，还有只地地天，对无？差点啊，山就晓爬去。 好钱啊！我几岁啊哈！你当作我阁是咧幼犬18姑娘啊！遐尼简单就去用骗？我跟你讲啦，查某囡仔拢安尼随安尼打叫，结果吼到时阵嘛，嘛是记啦。伊头拄是安尼尔，伊若为下面，搁较严重，山就爬去啊！真诶。起来！这要食饭啊哟！你还有讲
糕咧，几点才食到呢？去食饭。哟，我腹肚还搁肚肚，无要食饭哦。我当暗时啊，甲无要食饭，我困。起来！啊？我有代志要问你。姐啊。哦，你迄比迄庙里迄善男信女哦，啊，搁较甲我问代志。迄鸡同问甲都会烦啦，啊，你问几工搁袂烦，你是要问啥代志？莫再讲我543啦。我问你。哦。是安怎青仔会讲吼？要找查某囡仔，迄个人吼是歹人，啊，搁讲迄个人吼是专门伫咧拐迄个少年查某囡仔，啊，而且吼这个代志吼你拢总知，你倒是甲我讲。好啦，到这来吼，老实讲，事实讲，坦白讲，我拢总甲你讲。其实迄个歹看的人吼，要找迄个查某囡仔，就是进前住伫咱1楼商务套房迄个查囡仔。吼。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迄个查某囡仔离开咱遮。对，而且伊搁甲我讲，千万唔通互迄个人找着伊，因为迄是歹人。唔对呢。啊？迄个人吼，都真正是要找查某囝呢。你听伊在黑白讲，你莫叫骗你。袂啦，伊若真是歹人，较有遮好打，搁敢走去到民事中心报案。吼，这就是伊心机重的所在。伊这奸诈阴险无仁义，你千万莫相信伊的话啦。吹着啦！吹着啊，吹着啊！是吹着你查某囝？嘿，会长讲查某囝住在这间啊。嘿啦，啊，就咱正前吼看到迄个查囡仔啦，迄个吼是因查囝。什么？啊，系啊，你唔着赶紧去甲迄个查囡仔叫出来。都离开遮。啊？离开啊？安尼伊是走去倒位去啦？我较会知咧。啊对，这问哦，你敢真正是迄个查某囡仔老爸？我，对，恁两个明明拢无共面，你是毋是诈骗集团的？嘿，啊，恁两个这底啊哪会安尼甲问啦？这合理都怀疑啊！哈，伊哦，确实是迄个查囡仔因老爸啦。啊，所有的资料哦，我拢对过啊，绝对袂无唔对啦。哟，别用那种眼光看我，姐啊，莫用迄个眼神甲我看啦。哎呀，世界呢无放鸡菜有啦，看你要来吃你啦。这唔较简单。啊，人交伊就好啊嘛。对，查某囝醒我，我查某囝即马走倒位去啊啦。伫对面遐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来，进来，我啦，进来，什么代志我都多谢一下。迄落哦。你啊好啊，我惊了嘛。是啊，你嘛莫安尼看到人就要走，啊恁共误会安尼，你敢知？紧去甲迄因查某囝叫出来，等阮爸仔叫传你。查某囝？因爸仔？阿贵啦，喂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被你搞混了。我嘛是叫母甲牛啥啥吼，总共一句咱拢叫迄查囡仔骗去啦。这个西面，不，这个吼，这查甫人这真正是吼，迄查囡仔因阿爸啦。这对啦，唔是歹人啦。对，拜托你吼，赶紧哦，把阮查某囝叫出来啦吼。我来甲叫。青啊，棍啊，喂，啊恁两个吼，也无甲代志舞好清楚，啊就共误会。这哦，恁唔对啦，恁两个爱肯共回失礼啦。歹势啦，总共一句哦，拢伊害我啦。这无咯，我嘛是冤枉，我嘛是受害者啊。对啦，阮两个嘛受害者。我无辜的哦。啊，若受害上深的吼，就是这位陈先生。伊为着要去找因查囝，安尼吼啊怎费尽遐济心情，这种你敢有法度人好体会？系啊，迄查某囡仔无去啊啦。无。真狗，真强，恁两个吼，安尼哦，人三两句话吼，我都甲恁讲到，互恁耳仔拍。几岁人啊？去互一个查某囡仔医，安尼
讲甲骗甲玲珑色，啊，敢袂感觉足见笑？你真正是啊？啊，真正是十股要当，这物代志拢毋免甲我参详，吼，大主大意。啊，等即摆咧，代志不干呢，看要安怎甲人交代。拢嘛你啦，代志也无问清楚，就甲我牵拖落去死，看你要安怎处理。你还佫敢讲我是你家己先动脚共踢的，我也无叫你安尼啊，你。你即摆讲啥？我当时动脚，我是干那摸一个尔，好无？讲也袂啦，你真奇怪呢。啊，若当着代志，就你提我，我提你，啊，拢无责任就对。拢嘛你啦，陈先生啊，咱来借问的吼，无你是安怎管教查某囝哈？一个查某囝遐尼水啊，你安尼个无甲疼惜，伊安尼无得到家庭的温暖，无得到父爱，所以我才离家出走。对，而且一直闪骗你看，我讲你是歹人啊，今日甲抓去啊。对了，这一切拢爱怪我啦。我当查某囝管了伤严，害离家出走，互你家无用的，歹势。无毋对啦，拢是你也毋对啦，你就是无好啊做老爸啦，无迄个气功啦，恁查某囝嘛才离家出走，恁某才会甲你离婚啦。好啊啦，十年步啊，有影？这陈先生，你免烦恼啦，啊，那会长搁糖吼，就拢出去找恁查某囝，应该真紧就找着吼。找会着就好啦。我咧想讲哦，做家己期遮尔啊反常，连伊力连伊烧，阮查某囝的衫毋知穿了有够无，毋知食有饱无，啊社会遮尔乱哦，毋知会去用骗去，足烦恼。阿爸你看，当时歹蒙歹哦，这时阵我感觉真慈祥。对啊，慈眉善目你无看？哟，我无怪你敢看会哭会笑，甲迄个查某囝咧遐够演戏哦。安尼吼，安尼含咱两个才成功，就去互骗你，你看。袂个，我要去找阮查某囝。无啦，等一下，小蛋，走。来，咱回去。这，拜几拜。你要找人哦，袂用像迄小港安尼哭撞，咧死个撞是要去倒找啦。来，我即摆来分配落线。过哪里？哟。去迄个土地公伯啊，遐吼有无？有。巷仔头巷仔尾吼，拢爱看有食倒，想有食倒。好，我知。请哥哥你。哟。麻烦你去迄个菜市啊遐吼，啊倒一担吼，逐担都爱问互招着吼，啊毋通来到去撞着迄个名色啊吼，啊就安尼讲吼，拢袂记要创啥。哎呦，讲一件诶，你讲话真正害死人！我骨头我数一遍，我看到名所啊，嘛无可能讲对遐怎，嘛是你较有法度。感恩哦。啊，迄个陈先生，安尼啦，迄个你搁对这边吼去找较真少、较详细，吼。好。安尼好，开始出来，来，看者，来。1、2、3，叫！啊，人跌来啊！踢！哦，哇！我，拢是爸爸的唔对，爸爸袂当来管得伤严，你原谅爸爸好无？妈妈，是的啦，是我唔对，我无甲心内话甲你讲，搁离家出走，互你烦恼，歹势。我紧，以后咱爸仔囝就好好过日子。你有啥物话，你莫放在心内，你讲出来，咱爸仔囝好好来做伙来解决，好无？爸爸，歹势。哎呦！哇，真好啦！小阿爸的原谅，好啦，哎呦，看到恁爸仔囝咧好好，真欢喜，真感谢啦。对啊。对啊，爸爸，我有为你的拖仔底摕一寡钱，2万块互民宿做住宿费，哦，搁有7000块互姨做小费。哦，君啊，你真正厉害呢哈！迄住宿费一困就共收到2万，还搁共收7000块的小费啊！哦，若像你安尼吼，搁继续赚落去，我看免偌久，恁这间民宿就连要起大饭店啊！哦，喂。哎呦，姐啊，到今仔才知影，我咧想着真正有够成功，有够巧。啊，
哟，钱收收的，拢无甲我讲过，暗价。无啦，姐你莫误会啦，我都袂付他互你啦。我迄个7,000小费是，我有摕2000块钱啊啦。哦，阿姑，你嘛共收2000块的小费哦。这2000块你是讲我地米钱？我是讲你遐尼大出手，我当然就甲你收起来。我哪会知影讲遐尼？我有甲你讲无？讲啥？潘厝拿到社会啊！你讲潘仔到这噪音啊？就是迄盘无。哎呦！你佫讲愈济愈好。歹势啦，我唔知啦。等候2000块已经买地米啊，我看这个2000块你出啦。无啦，我嘛才认出2杯尔，我开2000。好啦，无紧啦。你无理啦。为着阮即摆阮查某囝因找着啊，这钱我无计较。对啦，你讲道理，这做人讲。好咧，无啦，迄个陈先生，这钱项的代志吼，一归一，二归二，吼，袂用安尼处理，吼，来。有人来。无啦，我摕到这2万啦。哦，还佫7,000嘞。我拄仔就讲7,000，啊，你啥就算5000。2000伊摕啊！我就甲你讲买地米啊，2000你爱家己出啦。哦，你真正你看啥？哦，你这做钱比兄弟要较，我甲比兄弟要较凶呢。歹势啦，等阵是啊，这吼2万7伫遮，拢给你。歹势啦，收起。多谢吼。免客气。大家歹势呢，对恁讲白差，希望恁莫伤我的期待。你莫收食来，你变做要领2000啊啦。袂啦，哎呦阿华，你这查某囡仔伊吼，唔通安尼。你唔是拢迄落讲国语拢讲吼，猪臭农改的善莫大焉吼，做唔对代志会晓要改安尼就好啦。上重要是吼，甲是大人吼，唔通搁安尼激气。有啥物话吼，就好好讲，好好参详，莫搁安尼吼使性地活的又搁离家出走。好啦，我知，多谢呢。好，安尼乖。真歹势吼，好咱早做各位，然后即摆我就带阮查某囝转去厝啊。无要紧啦，以后若搁离家出走，再来遮住。好啦，各位。再来佚佗啦哈。再见了哦。哎，好快啊！哦，大家，你提供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是啊，这代志安尼，有干呢，要忝死。拍紧啊！啊，这届吼，恁开心民宿吼，佫出问题啊！我想讲吼，这个月民宿的评分吼，恁可能会排伫上后标。评分？会长，咱这样讲真的哦，我是红含海，所以我的评分吼，因为袂用去算哦。啊，若要计分，嘛袂用计我的哦。对，我嘛是去用骗你的啊，对无？我嘛唔过。啊，这哦，代志我知影轻重啦。是，我会晓处理啦。多谢，拜托。对啦，所以讲吼，这个代志吼，阮两个拢受害者啦。所以讲吼，会长你爱手洗遐悬啦。吼，你就吼目睭吼。摕一蕊，一蕊当作叫哪顾着安尼吼，大家夫妇的，莫讲无输赢安尼啦。你讲的哦，比笑搁较好听。嘿，我都唔是独眼的，搁歹势吼，公事公办。我即马随来处理。是啊。会长。过来。会长。过来。啊？你借你过来。是啊。嘿啥？迄都一只，我嘛唔知啦，变安尼。无啦，我是感觉你最近有影运动无通好呢吼。哦，对啦，注意了吼，低卡米线啦。要搁吃？无啦，我唔敢。阿公哥哥，你惨嘛！我唔敢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日天天俗语来，就是严官府出教材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。哥哥啊，严官府出教材我定定听，但是咱严官府、严爸母出一阿里不达，这什么？这严官府出教材，因为材料你若甲掠拢去关。关做伙，即摆因遐材料拢都在研究，技术愈来愈好。本来1点钟才会用开一个门，伊即摆1点钟会用
开迄10个门。莫怪哦，迄个来去用关喎，偷看车呀。是啊，本来1点钟看一台，今麦出来1点钟看你10外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来见爸母一定出压力不大。哦，因为你伤过严嘛，囡仔伊会反驳啊。所以到尾啊，伊长大成人了，那你也无啥路用。哦，变你用讲我就对啦。对。你讲这我就感受。是哦。我做里长的时阵吼，哦，迄一对翁仔某吼。工课拢真固定哦，薪水阁真悬哦，做个经理级的啊。哎呦，啊因查某囝读明星学校，干那一个查某囝尔。结果吼3更半暝要来看监视器啦。当时啊，佫因查某囝3更半暝包我看咧对人走，哎呦，搞假咧。毋知是可能是教得伤严啦。是伤严。咱古早人拢讲吼，牛着更偏，人着驾驶。讲吼，叶啊若无挽就毋正宗，囡仔若无讲就毋正人。迄是过去的教育啦。啊，若即马现代的父母的教育吼，对着这囡仔呢，千万一定爱用爱心。用这个沟通的方式哦，对，所以爱的教育就重要。其实即摆囡仔嘛，巧巧可以沟通的啦，啊有一个很好的管道。因为人讲吼，你若接干嘛，伊都袂听；啊接个拍，伊都唔惊听嘛。所以沟通很重要。啊，莫拄好多啦，莫伤先低啊，就先惊不好。对，时间过了真紧呢，咻一下30分钟又过过去咯。所以奉劝大家，咱若管教是谁，咱都爱用。爱的教育。活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烦。之后也是一半，心若甘愿就毋惊，花开花谢。